咁咧成日喺網上見到有啲女權啊，就話男人一個月揾5、6萬都唔算中產啊，咁樣養唔起屋企啊，咁咧其實我做咗配對服務都接近2年啦，咁我相信我嘅數據咧應該係比得上政府或者銀行嗰啲數據咯。咁其實我 try 咗唔同方法去引流啦，咁但係我發現咧，吸翻嚟即係詢問我嘅男士咧，其實好多都係月入2、3萬咁啊。咁你話月入5、6萬咧，我諗其實對於紅娘嚟講咧，已經算係一個即係不錯的客戶咯。咁你話去到年收入過百萬啊呢啲，其實咧喺我眼中咧，絕對係閃閃發光嘅優質客戶咯。即係啲人喺網上吹得就吹話咩年收入100萬都唔係好多錢啦咁樣。咁其實好多人咧吹水嘅人，佢實際月入2、3萬，可能都慢慢緊咯。即係咧有種人咧，佢自己唔成功啊嘛，跟住咧佢又想寄生喺一個成功嘅人身上做佢救世主啦，又或者佢係想透過打壓別人去獲得呢個掌控感啊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其實我身邊有一啲富二代嘅客戶啦，亦都有一啲年薪100萬嘅男士啦，有一啲離咗婚啦，有一啲月入5、6萬個樣子平庸啦。咁我發現咧呢啲男士咧有一個好大嘅弊病咧，就係自卑啊。其實咧我想講咧，你哋仲係單身，如果性格冇乜大問題，即係願意請下女仔食飯咧，其實你哋喺呢個社會嚟講咧，已經屬於係 at least 係 top 20至30% 咯，咁樣。咁我頭先講到富二代啊，年薪100萬啊呢啲，其實如果你穩定 sustain 到喺呢個位置，你已經係全香港 top 10% 咯，即係意味住有90% 嘅女仔可以俾你揀咯。咁我當你係一個好 picky 嘅男仔啦，咁其實紅娘幫你篩走最大下嗰70% 女仔啦。咁其實你喺70至90分嘅女仔裏面咧，你都有大量嘅選擇空間咯。所以咧，我覺得咧，香港男仔俾啲自信啦，即係咧外國嗰啲男人啊，可能月入萬幾蚊啊，咬緊老中啊，人哋都即係好 flirty 咁 I love you 啦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中國男人咧尤其係香港男人咧，真係俾啲自信，你哋係 you are the best 嘅，拜拜。